宜兰台电以去年加垦牛狗数量来比较相对6都有设立宠物公园，结果发现台南排尾啊第2，37区只有2区有设立宠物公园，所以第2回积极替毛小孩清明，好有市府许可上好37区每一区都有一个，至少针对在地有需求、有认同的你，尽速增加。这2座以外，第3座在哪里？其实还未知啦，因为其实可能还需要地方很多的意见，但希望动保处这边再努力，因为目前只有2座，其实真的是太少了啦，对于我们这些毛小孩来说，真的活动的空间，专属于他们活动的空间真的太有限了。我想这个部分，请动保处这边要再加油。我们现在未来是打算，就是说我们每年都会来编预算。来做相关的增列的动作。那不过，在台南的话，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说，其实在我们在相关的评估跟规划的时候，那有时候在地我们的里长啊或民众有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，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比如说，也会看过了几个地方，那就在地的。那目前还有没有已经比较有机会成型的这个宠物公园？其实我们大概会优先，就是说，在一些地方的话，是里长这边跟民众这边，第一个有需求，地方可以接受的前提之下，对有需求，大家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下啦。另外，台南议会去年已经决议通过流浪狗暂时安置所，避免进前伫客家要设动保园区的空间，同时解决流浪狗加伤人的问题。所以议员进一步要求伫林地成功里设立暂时安置所的规划，爱农业局尽速编列预算，申请租用大塘用地，嘛互流浪狗有一个安心生活的空间。咱的新闻，军旗林英光采访报道。